去年烟害防治法修正通过，禁止买卖甲使用电子烟。不过，即阵所有民众咧代替的车厢内底食电子烟，铁路警察讲是正咧调查当中，讲会请高雄市卫生局开发。另外，有民众看到公车的驾驶伫规定袂使食薰的台南关庙转运站食薰，台南市府是表示会要求客运公司爱改善。查甫人当咧剥薰，也毋过详细看，竟然是伫台铁车厢内，车衫台铁一帮屏东德州往家己的区间车内，一个查甫人当大家面剥电子薰，互民众翕落来。将调阅监视器过滤行为人身份，有关行为人违反烟害防治行为，后续将通知行为人到案说明，并函请高雄市卫生局进行采罚。铁路警察迄日并无接到通报，也毋过强调去年3月修正通过的烟害防治法，已经全面禁止电子烟的贩卖甲使用。若食电子烟会当处2000到1万不等罚款。除了电子烟证机，伫法定无烟的台南关庙转运站，民众也看到驾驶员坐伫车门口咧剥烟。我们都会跟司机宣导，然后跟他们教育说，这个公共场所禁止吸烟。那平常客人也会在这边吸吗？平常客人要吸烟的话，我们会请他远离这个站区。站务人员会室内表示会加强教育训练，当然市府也要求客运公司严格阻止。经违反了烟害防治法的规定，市政府已经请客运公司立即制止，并且严格禁止在车站和车上抽烟，来维护搭车乘客的权益。所以上为着避免二手烟害代替高铁甲无烟转运站顶，站区范围内为大厅柜台到车内，拢是全面禁烟，也提醒民众唔通一时烟烟违法，伤身体，高尚自保啊！记者综合报道。